闽南语连续剧大下厝。阿姐，我巴肚枵哦。阿姐，你放我转去好无？阿姐，我想要转去找我的阿爸跟阿母。啊，点点啦！哎呀，阿爸，有人要找我阿兄啦！阿爸，有人要找阿兄啦！不是啊，到底是谁甲志玲带走？确定啦！遐歹徒讲要摕钱，你唔要紧去传钱。大人的代志吼，莫牵拖对囡仔去啦。我跟你讲哦，万一囡仔有啥物代志吼，你遐弟弟都拢受袂掉啦。我就知影是你，你要互路行，我来找路行啦。你想讲卖我，你若无好，你就无做。我会剁掉你一支双脚了死，为你恁囝灭钱。行，咱来走。你放心，我会带你走。这种是不是你的囝？这种是我的囝。后夜，我不是超工要去东港，我是在半路撞到伊，唔才对去东港。伫门口，我听到警察叫市长。后夜，我真正唔是要去东港，我有听你的话，我无入要东港。我知影，家己的亲生囝，要叫你甲放我袂记，是无可能的代志。我伫东港心目中已经是一个死人，所以我绝对无可能入要东港，我无可能入要东港。杨哥，你那日落哭暝啊哭，我看到心肝真艰苦。后夜，我无想要失去鼻管，我无想要失去市长，我无想要失去你。所以你讲的每一句话，我拢记在心肝底，唔敢放袂记。所以我这世人，无可能搁入要东港。你伫东港是真实，我伫咧医院无中是一个活人，反正我会当缀你去。要替我去东港，将囡仔带回来。淑萍啊，有消息无？哎，建昌，啊，伊毋是叫咱等消息，啊，哪会等到这阵还无消息啦？哎，过去我出来外口等。
麻烦你甲头家娘讲，以后这两个囡仔袂个代志发生，请因放心。乖，我靠哈，咱紧入来去哈。都不等来尔，我话你紧张死啦！你惊死几个踩你内面啦？下手甲洗洗袂啦？后爷好，后爷好。小弟，你敢知影是啥物人带志明转来？就是你迄个叫做阿元的朋友。伊交代我讲，就爱甲你讲，伊讲叫你放心，后摆这两囡仔袂阁发生啥物代志。是伊，伊是来创啥？你哪会走来遮？你毋是讲你甲陈家有牵连？你永远都袂要踏入陈家大门。我说，我知影你是建昌的阿姨，你参陈家的人无共款，你的人真好。我今日是要来带志忠走的。麻烦你莫甲我动。带志忠走？你是安怎要带志忠走？因为志忠的老母毋是陈家的人。志忠的老母，敢毋是已经死啊？无，伊无死，伊还阁活在这个世间。无死？爱什么人咧？伊就是互你甲我当做是阮某，迄个肉粽店的头家呢。是伊。我怎么？大先生，伊也坐啦。王生，你带一间吗？是啊。是安怎是？志忠的老母较早就是住在这间房间。志忠就是伫顶民城出世。啊，你毋是讲志忠因老母毋是陈家的人？王生，好，我啥物拢甲你讲。志忠的老母号做周文英。伫咧陈家以前是一个查某囡仔，陈家的头家看家伊，甲伊发生感情，甲老表有紧。伫咧伊生产的时阵，陈家的头家拄啊无伫，去咧南。头家娘利用这个机会，互周文英两条路通行。头一条就是伊死，第二条就是囡仔死。周文英为着要保护这个囡仔，所以吊刀自杀。是天公伯也照顾伊，疼他。也可怜这个囡仔，周文英无死。迄个囡仔当然是志忠，周文英也就是你即马所讲的肉粽大的头家。原来迄条马虎来的主人，互建昌思思念念的人，都是周文英。王生，我今日甲你讲遮多，因为你是一个好人。周文英即马大家。为着囡仔咧烦恼，为着囡仔咧流目屎，你嘛是一个查某人。我相信你会当体会一个做老母的人，囡仔无伫伊的身躯边，逐工伫外口咧用苦毒的艰苦。我今日来，就是想要甲志忠带走，希望你莫甲我动，好无？多谢你。小等下，你若甲志忠带走，建昌是志忠的老爸，敢讲伊袂去操心？我再讲，
淑珍也无甲志忠苦毒啊啦。爸爸桑，你唔免替高人讲话。我讲明明亲目睭看见，伊咧拍迄两个囡仔，连你嘛煞拍惨了，敢毋是？爸爸桑，你若有可怜周文英，可怜迄个囡仔，你着互我甲志忠带走。我想说拜托你，周文英无死的代志，你千万唔通甲任何人讲，互因母仔囝好好啊过日子。安尼我后半世人做有做理，我得报答你。建昌甲因拢认为志忠是因的囝，因拢唔知影淑珍李毛换太祖这项秘密。其实志仁才是因的亲生囝。这个秘密我敢会当讲出来？我若讲出来，建昌会安怎？淑珍会安怎？等下敢是着弄家散体？袂用的，我袂用讲出来。志忠，我嘛袂用个，互因带走。八张店头家。八张店头家。王上你。八三店头家，阮大家的人对不起你。我是建昌的阿姨，也是即马大家还阁活在咧这个世间现所上界大的长辈。我求你，求你莫带志忠走，好无？王上，八三店头家，你有想过无？假使你若是即阵带志忠去甲周文英相认，志忠伊敢会认定讲周文英是伊的老母？你爱知影，伊自细汉都一直认定讲伊的老母已经死啊，伊敢会相信？也讲有，志忠若互恁带走，建昌伊这个走老爸的人，敢讲都袂去找死。伊若是去找，敢是我来找着恁，找着周文英。到迄个时阵，周文英无死的代志，毋都出破。那安尼，建昌要安怎？淑珍要安怎？大家要安怎？志忠要安怎？周文英要安怎？你有想过无？八十点头家，我求你。我实在真无愿意看到大家弄家散体，我等在建昌甲你求，你莫带志忠走，好无？王上，王上，王上，你莫安尼好无？王上，王上，我甲你求。内嫂，我本来是想讲来这代替你照顾你的子孙，也毋过代志哪会发生到愈来愈严重？建昌为着思念迄个查某囡仔周文英，痛苦到袂吃袂困。我如果袂应该讲周文英无死，内嫂，志忠是淑珍用钱买回来的囡仔，
而且佫甲志玲交换身份，我嘛袂当甲周文英讲，志忠毋是伊的囝。也可有，小丁伊安尼一错再错，已经是无法度通我回头啊！假使其中任何一桩代志，若是互建昌知影，小丁一定会互赶出去。杨姑，小丁是建昌应花桥该带回来的某囝，伊安尼去做，嘛是不得已。小丁。生也足可怜的，妹生，我一向都是心肝内有啥我就讲啥的人，也毋过即阵心肝内有遐侪秘密我袂当讲，我实在我做甲足艰苦的，妹生，我敢袂用讲出来。万一我若是讲出来，等到都会落在山体。为着蛋糕，为着建昌，为着囡仔，我绝对会保守秘密，将这代志拢藏在我的心肝内，我永远都袂讲出来。先生，假使若换做是你，你敢会甲我同款处罚？阿丢，为啥？但你无伫阮身边，约束不敢放袂记。为啥？阿丢，当年你替我保守秘密，今后。你着搁替陈家的子孙继续保守秘密，多谢你。阿弟啊，你莫甘啦，你个家人吼，你唔知影你有生这个囡仔。阿兄，你是要甲囡仔带去倒位去？你放心啦，我甲送你一个哦，好好疼惜照顾伊自己啦。